后来台南区议会理事长林士杰向开枪断事，知影内情的人士来透露讲，离案发进前，林士杰的朋友捌甲央托，希望会当为台南的安平港引进一寡物件，也毋过互林士杰甲拒绝。到底引进一寡物件是啥物物件呢？资深的刑警认为，毒品的几率上悬。林士杰即届无甲朋友斗相共，疑似是挡着人的财路，嘛牵涉到重大的利益的纠纷，恐惊这就是人处伊的性命上主要的原因。当年过生日，一家伙3人拢会甲厝内古水的狗做生日食鸡卵糕，不过这款画面袂阁出现啊！台南市区议会理事长林士杰，昨透早互人近距离开枪身亡，因查某囝林依婷当时嘛是台南市议员。案发后，伫面册写讲，上期待是年底会当互老爸抱着古水的孙仔，即马已经未赴案。林士杰因过有枪炮的前科外号叫土家啊。洪社讲，伊伫案发前，敢若是离因兜2-300公尺公庙，甲朋友有讲到，有人想要为台南的安平港进一寡物件，不过会拒绝。来到现场问庙方，无人证实。阮内底当初嘛毋是伊啦，嘛无应该是无伫遮惊打。安平港是台南重要的上港甲渔港，林士杰的朋友想要进的物件到底是啥物？当然，如果要做走私的话，以毒品的价差利润是最高嘛，那但也不排除说其他的，比如违禁物品但是以这个走私毒品还是目前最有可能的方向。用这样的方式，以太空包的模式来做走私资深的刑警推测讲，这个朋友想要进的遐物件，真有可能就是毒品。即摆林士杰拒绝甲斗相共，可能就是挡人的财路，牵涉到重大利益的纠纷，恐惊就是引起杀机的上大的主因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